上好台湾囡仔的故事。大家好，我是妮妮，我是英昂，同齐来听上好台湾囡仔的故事《孙丽莲》。你敢有听过 Teresa 德蕾莎修女的故事？无呢，咱今日要讲伊的故事吗？对一半，今仔日要讲的毋是伊本人的故事，是台湾 Teresa 的故事。台湾嘛有 Teresa 哦，是伊的亲戚吗？毋是啦，是一位号称做台湾 Teresa 的女性，就是咱顶一集有讲到的宣教师孙丽莲女士。你敢若无讲过女性的故事哦？对啊，这是咱头一摆讲女性的故事，也是这季唯一一个女性的故事哦。原住民的母亲、孤儿的母亲、泰戈病的人的母亲、台湾 Teresa， 这拢是大家对孙丽莲女士的称呼。有一个听无，泰戈病是啥物病啊？就是汉生病，较早叫做麻风病。因为环境卫生的改善甲医疗的进步，即摆台湾已经足少看到这种病人啊。原来是安尼，请你继续讲孙丽莲女士的故事吧。故事是安尼开始的。1927年，孙丽莲女士甲孙雅国牧师结婚了后，来到台湾宣教。孙雅国前后担任过淡水中学校长、台湾新学校校长。会当做校长，足厉害呢！你知影搁较厉害是啥物吗？伊有做过总统。毋是啦，我别讲，伊只有用1年的时间，就学会晓台语哦。哇哦，伊一定是语言天才，破完下甲水了。后来因为战争的原因，因夫妇转去美国。毋过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因搁转来咱的台湾。迄年是1917年。头一届来台湾是1927年，第二届是1947年，拄好是20年呢。数学袂歹哦。袂歹，阁有字歹，爱讲真好啦。台语有进步喏。甲你学的啊。我发现一个代志哦，台语的数字啊、量法拢无共呢。因为台语爱变音嘛，亲像香港的香真芳。这足复杂啦。以后请咱的台语顾问来甲咱说明。说明甲说明拢会使，但是说服就是说服。孙丽莲女士因为有护理照顾的财物甲经验，所以也打算伫台湾做医疗宣教的事工。战争了后，因为环境改变，卫生较歹，产生真侪问题，足侪人破病。亲像你拄则讲的汉生病吗？对啊，得到这种病的人身躯会变形呢，而且佫会传染，所以病人常常受到排斥，足歹伫社会顶面生存。身躯会变形哦，安尼都藏袂掉啊，一定会互人发现啦。对啊，以前照顾这个病人方式，就是甲因隔开，减少别人去互因话着。亲像进前迄 COVID-19 安尼吗？类似哦，各国拢共款，无论是汉生病还是 COVID-19， 拢是用隔离的方式治疗。安尼着病的人一定足艰苦，身体甲心灵拢痛苦。当时乐生疗养院的牧师找到孙丽莲女士，希望伊会当去帮衬这个着病痛苦的人。照故事的逻辑来看，孙丽莲女士是一定有去的，毋过伊毋惊互人话着嘛。加减拢会惊啦，无人想要破病啊。毋过伊对这个病人的疼甲关心，已经超过家己心中的惊吓，所以孙丽莲女士就勇敢的前往疗养院来关心这个病人。一连串的医疗关怀行动也对这开始。孙丽莲女士到疗养院了后，你嘛是行落去吗？这我无清楚呢。孙丽莲女士到疗养院了后，发现医疗物资真欠缺，伊大声联络因翁，哪会拢无讲着因翁啦？伊大声联络我，叫你莫插嘴。孙丽莲女士到疗养院了后，发现医疗物资真欠缺，伊大声联络各所在医疗资源，找马街病院的病医生来看诊。若是教会内面有护理人员，伊也去邀请因来斗相共，甚至去教堂，用信仰的力量来安慰病人的心灵。你无要问问题吗？无。孙丽莲女士常常写批转去故乡美国，
向亲友甲教会募款，用遐个资金买牛奶粉、营养品，甲其他物资予病人。牛奶粉，病人嘛有小 baby 哦。有的小 baby 是病人囡仔，因为因爱对爸爸妈妈到疗养院遐啊。安尼想要照顾遐小 baby 啊？所以讲啊，为着照顾这个囡仔，也保护因莫去活着，孙丽莲女士设立慈爱之家育幼院来照顾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就一直住伫慈爱之家吗？还是等伊的爸母恢复健康了，就会当转去厝住？这就是互人艰苦心的所在啊！50年代社会消息无发达，医疗常识也无普遍，大家毋知影这个病是会当完全治疗好的，所以这个病人伫健康了后，也是无法度得到社会接纳。所以孙丽莲女士佮设立一间中度之家，栽培这个人，互因功夫到厝，马食就有。这句的意思是，一技之长啦，也会当讲是做到就会爬树。毋过人嘛会晓爬树呢。故事爱继续讲。孙丽莲女士第二届来台湾的时，已经46岁啊。有淡薄仔岁数呢。是啊，毋过信仰互伊足有气力，伊为着要帮助搁较侪人，成立加州设立挂彩基会。伫1962年，财团法人基督教挂彩基会正式伫台湾合法设立。当时的总部伫即卖的中庆北路，这也是台湾头一间社会福利机构哦。为虾米啊？伫加州成立挂彩基会？主要是因为安尼处理募款的代志较方便啊。你要下一集顶一集有讲到孙丽莲女士邀请谢伟医生加入山地医疗团吗？我会记得啊，因去到足侪山地部落替人义诊，拢无收钱哦。毋过因为当时的交通无便利，每一届来回拢爱开足侪时间。孙丽莲女士为着互搁较侪人会当看病，直接伫埔里的山区用竹仔起一间临时的诊所。哇哦，行动力100%呢！迄时阵一天有500几个人行路去诊所看病，你知影无？这间诊所啊，就是即马埔里基督教病院的前身哦。毋但安尼哦，孙丽莲女士阁发现2件足严重的问题。头一个是因为山地部落的生活资源太欠缺，直到足侪婴仔出世无偌久就过身，无机会大汉。另外，阁有足侪山地的查某囡仔互拐骗、互买去，发生还未结婚就生囝的情形。伊一定足惊吓吧？安尼是要安怎办啊？加在有孙丽莲女士的帮衬，医生立的挂彩基会投入足侪资源，后来阁成立4间育幼院。慈爱之家也伫埔里、花莲、东部地区、屏东设立玛利亚山院，照顾这个囡仔甲女性。孙丽莲女士甚至提供教育资源，建立职业训练学校，互原住民的青年有更较侪学习的机会。莫怪孙丽莲女士有遮尔济厉害的称号，我想伊甲之前有讲到的宣教师同款，拢是对信仰得到快乐。用安尼的快乐帮助需要的人，关怀弱小的人，互这人看见希望，甚至会当有梦想。然后才会对黑暗中爬起来的人，正做世上的灯，照光黑暗的所在。这拢是因为信仰的力量。伊的挂彩精神一直到今仔日拢存在哦。毋过故事爱暂时停伫遮，因为孙丽莲的故事一集也是讲袂完。若是要继续讲落去，就爱请大家继续甲阮支持哦。会记得订阅甲开启小铃铛，才会当听到趣味的台湾历史故事哦。明年平安，祝你平安。